只要將雙手輕輕咁擺喺身體上面，你嘅身體就會感覺好好多。呢個聽起嚟好似難以置信，但係呢個正正就係 MTVSS 嘅力量。MTVSS 係 Access 嘅一個萬用嘅身體程序，當中包括20幾種能量。當同時喺身體啟動嘅時候咧，就能夠轉化各種身體嘅狀況，甚至乎創造奇蹟般嘅改變。我曾經喺搭地鐵嘅時候咧，肋骨發炎咧，突然間發作啦，好痛好痛好痛。咁我就喺肋骨嗰度咧就啟動 MTVSS， 估唔到咧坐咗幾個站之後咧，嗰種痛係完全消失咗。奇蹟唔單止發生喺我身上，我有幾位學生幫佢哋嘅神貓啟動 MTVSS， 做到最後連醫生都話唔使打皮下水。呢個強大嘅能量唔單止能夠助人助己，亦都可以隨時旁身。如果你都想將呢個萬用嘅程序帶翻屋企，歡迎嚟參加我哋嚟緊嘅 MTVSS 課堂。喺課堂裏邊，你就可以即刻體驗到呢個程序嘅威力。期待到時同大家分享更多。